葉璇意外，讀就唔係意外啦。頭先佢想翻去，我真係驚佢會出事。所有嘢都係你自己諗出嚟嘅，我驚你有事。好緊張啊！我未試過喺度講嘢，又想唱隻歌添，直頭未試過。唔好亂嚟啦，好容易出事嘅。緊張啊！我要嗌，我想嗌得唔得？阿師，我哋講咗係咪都講你咁？我哋要嗌韓知㗎，師啊！我而家講你個名，應承咗佢一定要嗌佢。好緊張，快啲啊！第2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。意外，葉璇。我有一個好好嘅導演朋友同我講過一句説話，佢話葉璇，冇人會揾你做女主角嘅，幾咁令人沮喪嘅一句説話。多謝金像獎證明俾我哋睇，原來真係無論係做主角、配角、閒角，或者係電影嘅任何一個分子，掟一粒紐都好，上粒螺絲都好，我哋都因為人生有電影呢個主角可以咁開心，可以企喺呢度。我要多謝林建岳先生，多謝你帶我入嚟電影嘅呢個世界，完成我嘅夢想，俾我咁多機會。多謝環亞電影公司，我而家嘅經理人公司紅館每一位工作人員，多謝我經理人周德志先生陪我一路行過嚟一次。多謝我以前嘅公司 TVB， 冇你嘅栽培，冇你嘅培養，我唔會可以企喺度。多謝阿瑞，你嘅毅力，你嘅堅持，我哋拍咗2年先至完成呢一套戲，即係我人生中最大嘅意外。一個sorry， 好似講得太多，好重要一個人。杜琪峰先生，多謝你。當所有人都懷疑嘅時候，係你俾咗我呢個機會，堅持揾我做咗呢套戲。多謝你，我一定會繼續努力，唔好令你失望。Last but not the least， 多謝我嘅好朋友古天樂先生，你嘅精彩演出令我哋呢一套戲可以受到關注。多謝你嘅鼓勵，可惜你冇嚟到 ，but I see you，thank you， 多謝。